人口老化欠工的问题真严重，因为婚林是农业的大关，有的农民无搭外，只好请移工来斗做事。不过劳动部规定，若请非法移工，按人头算，一个人会罚15万，请几个就会罚农民几倍。因为这罚金恐惊会到几20万，所以婚林管府是改做一案固定罚15万。不过同款要提起告诉，就要照规定申请，唔通违法。若要甲对田林采收的葱仔提起菜市仔卖，拢需要经过人工一支一支整理，因为这个工课机器也无法度取代。人工无见甲清气，你我端这嘛爱念了，经无葱仔你看。毋若经葱仔的工课，还有这区菜豆园也需要农民整理才有好收成。也毋过婚林以农业为主，真侪田内的工课，因为人口老化等因素，长年以来面对欠工。另外，阁有袂少传统产业嘛有同款的问题。去年因为无依法申请，请非法移工，婚林县府就开出173张罚单，查扣超过100名非法移工。依照就业服务法的部分，如果容有非经合可的一个外国人工作的部分的话，那这边最低罚是15万到75万。那目前本县的部分是以人力缺乏的部分，那是以件数来去认定它，那最少就是罚15万以上。罗清楚表示，以劳动部规定，头家请非法的移工，每一个人会当罚头家15万。移工的部分要甲遣送回国，而且罚3万块。也毋过农地一届拢会请4、5个人，罚金恐惊会到数十万。所以婚林县府以案件的数量为基准，每一案上加罚15万。呼吁业者应该爱以规定来申请，避免违法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